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我所采比所喺到高雄市闽农区嘅黄贴翠谷松海木树林地位度哦。木树林嘅来源呢，喺到日本殖民政府时代呢，佢想喺到台湾嚟做了热带嘅林业，都带用把沿南洋并东南亚热带树种适合种台湾呢，故所佢种到了就是松海木树林嘅地方嚟做试验哦。不过嗰陣時種係青島鐵道木，叫做冲嘅冲繩所用嘅。冇想到日本政府退退以後呢，按到嘅鐵道木冇拿去做冲嘅，不過佢係原本碳黃貼最好嘅名言植物。故所以啊，松海木樹林呢是變做嘅當到用葉嘅到嚟比來比去嘅黃貼翠谷嘅。不過咧，黃貼翠谷、松海木樹林是本人畫做係闽農水庫嘅倚天梯。故所從闽農泛水庫運動開始以後呢，呢種嘅黃貼翠谷、松海木樹林是變做係闽農泛水庫運動嘅身體。同時，佢哋要攀嚟黃貼枝，當年來攀理呢，來燃起闽農地區民眾對泛水庫嘅強勢。不過到今年嘅黃貼枝嘅種嘅指點當輩呢，出身闽農嘅高雄市副市長李雲德佢講，呢個地方嚟挖實神化做係呢個替國家天然草嘅國家資源公園，也就闽農國家資源公園。不過地方上嘅民眾是認為講，呢根據國家公園法嚟是挖實嘅國家資源公園，有人從保育嘅角度嚟看，有人從開發嘅角度嚟看，都認為講，樣型呢。省實下現在對地方上影響係非常的大嘅，同時一種松海木樹林呢，也係地主要係屬於呢個種行政院農委會嘅林務局啊。林務局佢認為講，其實佢都對呢地方已經做咗12年嘅調查，呢地方馬上就變做係資源保護區嘅，無需要由內政部營建署嚟設立隻所謂嘅國家資源公園咯。故所呢，呢闽農國家資源公園樣型嘅議題提出來以後呢，不但係民間嘅意見冇相容，連政府部門嘅意見也冇相同哦。等下你嚟到呢種闽農嘅營業輔導站哦，像台東嘅來賓，以為嚟說分明，到底你資源保護區較好，也係講種國家資源公園較好，也係講闽農嘅鄉親都係樣型嘅討論過程當中，所以做很好嘅選擇，形成咗多樣嘅局面呢，而且共同嘅關係。開會了！來到闽農營業輔導站嘅錄影現場，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內政部營建署樹山國家資源公園處批處嘅主任歐正新歐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第二個來賓係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嘅嗰種嘅局長盧偉平，盧局長你好。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嚟來為您紹介係闽農愛鄉協進會嘅總幹事邱慶輝，邱總幹事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再等係您嗰種嘅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屏東林區事業處嘅副處長黃妙秀黃副處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再等係也係您闽農菜地鄉親係農村田野學會嘅執行理事，您嘅文忠良文理事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再來係嚴美從高雄嘅柴山潮山來嘅高雄柴山會總幹事楊聘玉楊小姐，你好，楊總幹事。各位鄉親大家好。好，都係你嘅所謂闽農國家資源公園嚇，佢係一隻樣板型嘅公園嚇，佢老國家公園嘛冇相樣，還有佢目前嘅你話淨土係樣板型，喺個地方上大家意見有乜嘅想法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凊彩12批葉兒秋出的出河塘嘅客家山歌，王成群當日為做嘅事情，就係集群獵片基成本挑度最後嘅黃貼翠谷。我對一個感情嘅65歲開始冇做田嘅都來啊做辦志工一樣嘅啦嗬。我哋來到嘅嗬，一個係酸大樹嗬，就大家講嘅就是柚木。包含春大樹在內，是中國270萬種樹種嘅木樹林，係大家闽農人都承認嘅世界最深嘅記憶。為安鄉人係因為佢動特別嘅特殊性。在母樹林這裡呢，其實它種的其實剛才聽到的幾乎全部都是外來種嘛，但是呢，它的歷史價值其實已經勝於所謂的原生種這件事。
因为网蝶水果系闽南菜地最沙皮嘅生态，除咗强调三那嘅保育之外，人白还希望网蝶水果做得调高变做国家自然公园嘅方式，来本自然生态永续维持。不管是成立黄蝶翠谷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或者是相关的具体的做法，都是我们日后大家要继续努力的目标。1990年，闽南人为了反对起闽南水库举办的第一届嘅网帖节，燃烧了奋进性、发展性嘅想象，希望透过汉卡周全嘅法律规范来确保永续生态。不过应用办作还有几多嘅讨论空间。好，闽南国家自然公园都在用办做下，先到讨论空间哈。希望你下先来经常讨论，以前先来看一下，都在嘛讲国家公园，还个国家自然公园，人讲做迄最好嘅国家公园，其实用在慢慢目标用的地方哈。再来看到迄国家自然公园，什么是国家公园呢？是讲国家公园是讲有特殊的景观，创有生态内统，还有文化资产，经过内政府来选定，来内政府所讲的内政府选定来做的。目前全台有8只所谓国家公园哈，大家亲属是像垦丁啊、玉山啊、阳明山、太鲁阁、雪巴，还有金门啦、东沙环礁国家公园，也都可能大家还无机会了解，还有台江国家公园，还有台南啦哈，你喺目前有8处所谓嘅国家公园。再来看什么是国家自然公园，乜嘅国家自然公园，佢资源丰富度普哈，同时佢面积规模哈比国家公园哈小一些咧。故所以讲做係最好嘅国家公园，是叫做国家自然公园哈。你喺目前呢，全台湾有第一隻嘅所謂嘅國家自然公園是位在高雄市嘅蘇山啊。寿山国家自然公园都用前11年，也是用去年时间来成立嘅。想我先请教一下，恁个目前都地方上有来主持那种嘅推动协会嘅哈，主要是闽南爱乡协经费嘛哈，专门来想来推动所谓嘅闽南国家自然公园咯。前年呢，看到亚这个自然公园的法上路以后，就讲过去当然咱无可能去成立这个公园，但是自然公园也法条底部就有讲到面积也系资源的规模比这个公园个小一些的地方可以成立，这下疏散就开始讨论的，所以这下人就想讲啊，按多年来就讲黄蝶翠谷无成立用任何保护区啊，其实嘛。当然，他个保护的意识当然个强烈，但是嘛有都会破坏体地位，有可能迄个落实到一个实际的保护期吼，让也唔单止讲他个也反水可以强势可以得到咧法条那种个保护。天一方就讲按多年来按到学校吼，按到民众睇下地步进行那种生态教育。还有那种生态旅游哈，还有已经变成一个创业观光资源，但是用的去设计出一类也观光唔系违背那种的自然保育的那种方式哈，所以我们就去评估，评估还是要用也林务区的保护区，还是自然公园的也内统的进行，所以也规个还参个人提倡的一个过程啦吼。我们其实给他注重就提咧就希望就讲黄蝶翠谷一天来保育下来，天二就讲因为这个公园过去就一直以来还有包含文化部分吼，就希望讲闽南的那种客家文化可以纳入去强下保存。第三个就讲按多年来就不管系地方，也系林务局，也系包含文化局、市政府那边，侬把系县政府啦吼，按多单位其实共同喺那边努力研究，睇下过程中系咪有可能还在开启一个伙伴的关系，就是一个由下而上，然后但是这个是平台的机制。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主张。不过到今年嘅网帖节嘅时间呢，高雄市闽南出身嘅副市长李云德副市长佢也到网帖节嘅现场来显示讲，明年1801年时间神枪设立神山闽南国家自然公园。我想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我们的卢局长，就是说，市府目前对于闽南国家自然公园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支持，或者说这个执行的这个进度，是不是跟大家先做个说明？这个黄蝶翠谷，或是说我们这个想要保护森林这个在市政府的理解上和认知上，这是一个应该是政府跟民间的共识。是共识。这个不必太讲清楚，它就是应该是一个共识。当然是以保存为主要目的。但是这件事情长期以来，
是它本来就受到很多地方民众跟团体的监护，好，长期在看着它，在保护它。所以市政府做起来会觉得倍感压力嘛，因为有这么多双眼睛在监督着你们。对，不是在监督政府，是在监督这个黄蝶翠谷。监督黄蝶翠谷是。所以它有个底蕴在那边跑，哈，并不是处于完全危险。但是，往后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那一组秩序还不那么的明显。钟良，再讲一下嘛，目前呢嗰種嘅農村田啊，耗費對於省實所謂民農國家資源公園，呢一方面你哋耗費嘅看法係樣版型？我雖然所講，就是說，我後來去了解國家公園法特別針對嘛，很多國家資源公園有個規定定義，包括它允許開發項目跟不允許開發項目喺過程當中哈，以及包括伊個土地分區使用的5大分區哈，有啲相關規定之後，我再舉例哈，看上海一個所在，我都剛剛講有一點是出現一點所謂的就是適地適法的疑慮啊，好，適地適法的疑慮。也就是我舉到上海一隻來講話，我想上海一個所在哈，對面來講，它是一個獨立的生態型蝴蝶谷。好，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美濃系上游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態棲地。各位，你其他睇一個水患治理來講哈，整個黃蝶翠谷集水區，它所貢獻在美濃聚落這邊的那種水患的那種最高洪峰的用水量哈，超過1半以上。也就是說，其實還得給聽米農給條也加幣哈，還沒有撐水的那種水患的風險哈，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滯洪池或者一個滯洪區。所以這樣情況底下，對米農來講，那個地方其實是美濃的生態兼水源的敏感地，因此我們認為說它適合全區保存、全區保育。好，剛才想請教一下楊平宇楊總幹事說，你們從86年成立這個財山會開始哈，來推動這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那到現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也已經成立籌備處了哈。那你們從當初推動的動機到現在已經成立，你們再來看方興未艾的美濃國家自然公園的討論，這樣的過程或這樣的折衝協調，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心得或者是建議呢？對，其實大家都忘記衝突的過程裡頭是大家還要各退一步的。再坐下來談事情，其實大家似乎都是只往前衝，而都忘了還要再溝通。這個溝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似乎在美濃國家自然公園是相當欠缺溝通的。只要你有提出不一樣的意見，你似乎就會被貼上標籤，而這種貼標籤的行為，還有一種所謂的默契，而讓真正在談問題的時候，雙方是不敢敞開來把問題談開的。今天的一個政策的工具的選項，目前不在於公部門的問題，而是在於美濃自己民間自己的問題。這是在我們壽山國，我覺得當時候並沒有在推動壽山國家，沒有，我們沒有推國家自然公園，我們是在推城市級的自然公園裡頭，要整體把它保護下來，用這樣機制去慢慢一步一步的推，這個當中推了18年。重點在於就是說，這座山因為長期以來投入的資源太少，所以民間 NGO 在這邊投注了相當的多，也就是它已經有另外還有一群山友已經形成一種大家一起看顧這座山的文化。這種文化它是很難能可貴的，而且這是常年累積下來的。其實，所以您覺得說錢應該用在該用的地方，是說研究案的部分跟這個跟民間這些力量兩者中間的平衡，目前還沒有達到一個。它其實是剛剛啟動，所以現在就是說，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它目前推動的有一些相關研究案是對的，但是很多我們看到許多的研究案到最後束之高閣，或者研究案到最後會是為開發服務。我們其實有看到這種現象，所以它現在是雙面刃，它是必要的研究案，但是它到底為誰服務？如果它是為保護服務，它是正向的；如果它是為開發服務的時候，比如說為觀光服務，要提供給遊憩區一個所謂的
卖点的时候，那它是很危险的。好，那其实俩部分一旦落实所谓国家资源公园以后，可能青岛的利益团体会落来，但是政府的配套措施还有管制的强度，係咪有辦法提得上嚟做開發的速度啊？就係無同樣嘅。不過到底係問下，你喺目前黃貼水庫設為所謂美濃國家資源公園，佢提出係嘛啥？佢提出係林務局哈。這個林務局也份新聞稿啦，就是說對於劃設美濃國家自然公園，覺得是疊床架屋。所以你们就觉得说那样子就会违背你们管用合一这样的一个目标吗？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并不是说政府机关在为了抢什么地盘啊，或者说要争什么。我要特别说明是说，因为国家的资源是要最有经济、最合理的运用，就像刚刚总干事提到的。很多的资源，其实台湾如果能够有点儿面的、全面的去建设起来，一串的生态保育区，这才真的能够建构一个生态廊道。所以就资源的方面，我们觉得应该合理的运用。个另外谈一谈一部分嘅美濃鄉親對黃貼水庫劃沙咗美濃國家自然公園嘅想法並看法係乜嘅？佢鬧日嚟啲，所謂佢鬧日都講話，佢當我天然熱來啊。買天嚟嘅產土地嘅，實際上連嘅美濃水庫以前天台北嘅當然，喺度水庫冇做成拖到天嚟嘅地方嗬，慢慢要統一來啊。我阿你要不思考講，一個國家自然公園到底是乜個東西呢？國家自然公園的條文拿來去做一個比對的話，它一般管制區可以的跟不可以的那些條件，那個比例是完全不對等的就對了。保育同樣的觀光，尤其咁樣互相衝突嘅東西啊，互相對立的啊，大量嘅遊客湧入來嘅時間，一定造成大量嘅干擾，對生態環境的干擾破壞，製造嘅髒亂。我在做保育嘅時間一定造成困難。自然嘅公園啦，又是另外成立一個開發區，變成是松海木樹林，中間跟黃貼水庫做土地開發。安尼時間，一種公部門冇都市嘅潛力啦，變成一個習慣性嘅。好，頭先看到兩部分美濃鄉親嘅意見，大體係對美濃國家自然公園係下反對嘅，其中因為講可能帶動一啲所謂嘅財團甚至開發嘅力量入來，因為國家公園法底部有一部分係來提出講，那個事情係做嚟開發咧，那個事情做唔得嚟開發咧。做的開發啦，做我們的開發的兩項規範來看，這個仿佛這個可以開發、允許開發的強度、範圍、規模，跟不允許開發範圍的這個強度跟規模是不成比例的哈。做的開發種嘅起建築物啦，起橋啦，但是做唔得做係不可以攀折花木，所以青總議員認為講，國家公園法、國家自然公園。按照了國家公園法來設立以後呢，這可開發跟不可開發的這個不一樣哦。這個很多人的疑慮是這樣子。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就是說，就這樣的民間的這種疑慮來講，就法來看，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一種保證或解釋？好，其實台灣每一寸土地都有某一種的法規在管。國家公園本身跟森林法的不同哦，我沒有說好壞哦。國家公園本身並不是指來處理不能動的東西。它其實對於，因為這片土地上所定着的能動的，就是我們的文化歷史，包括建築等等，其實是在範圍內的，其實是在國家公園體系範圍內的，是這樣的一個事情。那作為一個國家公園，那不然就其實把它圈地起來，真的是圈地，然後把它鑰匙關起來就結案了。坦白講，要這樣也可以，但似乎我們覺得已經不是這樣，現況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哈。所以大家不容易去，但是試着去理解和討論看看，用開發來取代保護，這些事情衝突得要命，怎麼會這樣講呢？所以用低度的開發、適度的開發、有限制的開發，會比較好。來是為了保護，開發是保護，這個是命題非常衝突，非常衝突。其實就是我們去定義它某一種動作出來。某一種可以被容許的動作出來，並非國家自然公園是唯一選項，但國家自然公園裡面，以現在當今最新出爐的這個自然公園，他們講它有一點可塑性在裡面，它是不是可以在這個資訊裡面再找出新的定義、新的作為去？
因为它比较新，所以它实验性就比较强。我们担心它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也看上它的可塑性。可塑性 ，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黄副处长，就是说，您看到就是林务局所辖这黄蝶翠谷母树林有可能被划在油气区里哈？那你们觉得说，不管是从开发或从保育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国家公园法里面也有提到保育的部分嘛，就是说，您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可能划设被划设为油气区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国家公园法的解读里面，所谓的自然公园是丰富度、生物丰富度比较低，然后规模面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是有保育的这个价值。对，所以它已经比较低、比较小。如果说在这样的范围内，然后又划了很大的范围来做油气区，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蛮触目惊心的。把树木园这个地方、热带母树园的这一块放在油气区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乡亲最担心的就是刚刚卢局长讲，它其实已经是个既成的事实啊，因为现在本来母树林就很多游客进去啊。对，如果以自然保护区，以我们的划保护区，它划为永续利用区的话，它是可以做低度的这些环境教育的解说的这些，但是并不会开发其他的，对，不会变更为其他的用地或者做其他的强度的开发，因为大家都知道川西树木园这个是美浓地区人民的一个回忆跟一个认为最值得保育、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来划设扩大的，万一开发以后造成不可回逆的一个保育的一个缺口的话，其实是大家应该很认真来思考的这一块。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相对的，如果我们直接用自然保护区就可以有很好的强度的保护，那其实就像刚刚局长提到的，就算文化历史的史迹这些，也可以县市政府依文化资产等等的相关法定规定，其实都可以保存下来，所以这根本就不冲突的，只是反而说就应该保护的地方，万一开放了，这是一个不可回逆的一个缺口在这边。对于这个刚刚我们这样的讨论，那内政部营建署国家自然公园这边的看法跟说明又是什么呢？谢谢主持人哦。我想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张图哦，我想大家要澄清一下哦。这张图其实是在我们在营建署在去年哦，我们委托中山大学在这个黄蝶翠谷这个区块来做一个资源调查的一个案子里面，其实这个案子主要是在做资源调查，那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请老师大致上把这样的一个区块适合来当我们国家公园哪一种分区的部分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它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规划，而且它这个案子也不是为了要去做规划而去做的，它只要做的是一个资源调查的一个案子，我这一点必须要做一个澄清。那时候有知会林务局吗？对。我说那时候有知会林务局。因为资源调查基本上是不一定的，就不对划设的时候才需要。那这是第一点哦。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想说，划设国家自然公园在这个区块，它是一个议题哦，它实际上它或许是一个选项哦，但是它还不是一个定案。它不是一个定案的东西，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去讲的是说，今天大家对于国家公园的认识。这一块我必须要讲一下啦，就是我想很多的问题都会发生在这样的问题上面。今天如果说在这个区块哪一种适合，其实都是地方的选项，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在国家公园的这个规定上面，它的法令的体制上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刚刚大家一直在讲，你们划了油气区，划了一般管制区，那其实我们国家公园里面有5大分区，其实。一个叫做生态保护区，一个叫做特别景观区，一个叫做史迹保存区，这3种是我们所讲的核心的保护区块。一般管制区它是一个缓冲区块，是。油气区呢，它是在国家公园法里面本身它开宗明义本来就在讲，它本来就是做保育，只是它是有一个供娱乐跟研究的一个供娱乐跟研究，供娱乐跟研究的一个功能。OK， 那在这个功能的符合上面，其实它就是。所以油气区是可划设跟也可以不划设，它不是必要的选项。在一个分区里面一定都要划设这样的一个区块，譬如说一个国家自然公园也有可能是一个没有油气区的状态下存在。当然都 OK 啊，都 OK，对 OK， 只是在规划的过程里面，它当然第一个资源状况
这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重点。第二个，地方本身的一些声音的部分，我们也必须要去尊重。这部分考量出来之后，那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假设未来要变成一个国家自然公园的话，它才是一个分区的一个选项。那我想国家公园在整个世界，在我们 IUCN 就是我们联合国的这个自己组织，它在做归类的时候，它是一种第2层的一个保护区。它有总共有6类，那它是在第2类的一个保护区，它是比较高阶的。那刚刚我就必须要回应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会讲说叠床架屋或者是属于双重保护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是不同的中央部会在管嘛，一个是内政部，一个是农委会。所以它就是有一个层级上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我们目前8座国家公园里面有几座高山型的，包括雪霸、太鲁阁跟玉山等等的这些高山型的，实际上大部分都跟林务局相关的这一些保护区是做重叠的。OK。所以国家公园跟林务局的合作也案例也蛮多的，潜力也蛮多的。都是在做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底下在进行。那为什么同样划设保护区，为什么又要有一个国家公园的划设呢？其实，在国家公园，我刚才讲，在整个分级上面，其实它希望是一个国家特有的这个自然风景必须要去做保护的地方，它特别再把它做一个国家公园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层上去，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国土计划里面的一个层级，所以是个加成保护。对，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不是划设就是保护，所以不是说双重划设就是双重保护，要有直接永续的经营管理，才会是最永续的生态保育的保护。所以我要特别说明。那我们虽然有几个重叠的，这就是惨痛的经验。这是惨痛的经验。对，因为在森林区里面要执行，也是要双方来会同，其实还是以林业的主管机关，来为主。那像在林地里面的这些，因为都是林班地，所以我们森林法已经是特别法，优于所有的法律，所以在位阶上它绝对不容置疑的。OK， 好，也係恁嘅王副處長所代表林務局所做出嘅回應啦。唔過提翻恁嘅姚主任也講到嚇，講其實遊了期一天挖到所謂嘅國家自然公園地位度嘛，也係每天嘅啦吼。係唔係講老咧種嘅遊了期嘅種嘅挖沙嘅分期挖沙，可能是哪睇以後對民農國家自然公園嘅爭議會變少呢？想先去看下廣告以後繼續請兩位採聽民農嘅向心嚟為大家做嚟答覆。先去看下廣告以後，馬上就節目現場。